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政府议长涉嫌选举贿选甲暴力这个案件，伫昨昏是宣布对议长驱离里等10个人提起公诉。那进前检方咧调查期间，方收押的6个被告嘛随方移审去台南地方法院，因为调查已经结束啊，所以伫昨暗的时全部拢裁定交保，限制自己。台南市议会议长屈丽丽崔立案正低调出现伫台南地院，等待因为案件羁押2个月被裁定交保的6个人。台南地检署是伫1月初3指挥检警调整相关单位的能力，针对议长屈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市议员李文俊、黄丽娇、张世贤、李定国。一个相关涉案人徛在等所在执行搜索，并且向法院申请羁押郭在钦、杨志强、黄义平、林书杰、李文俊、黄丽娇等6个人核准。人检伫初二宣布终结，除了甲屈丽丽等10个人提起公诉，进前被羁押的6个人，只要移审到台南地方法院。法官伫新闻了认为，被告所涉的犯行，拢经过检察官伫侦讯时阵审问相关证人甲被告结束。有真侪物证，应该无交产被告甲证人一个逃亡之余，认为无羁押的必要，分别以50到300万交保，并且限制大拘。记者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来关心，嘛是伫台南，这是台南的新市区一间工厂，伫昨昏要暗5点左右传出火灾。工厂内底有放塑胶料甲茶帮，是烧甲臭毛毛。火烧点外钟才拍花。台南市的环保局随对台南甲高雄各共有8个行政区发出空气品质恶化的警告，会继续收集证据开罚单。工厂内面导火，火焰是冲到规天顶。台南市新市区王家路附近一间工厂的塑胶站帮，出伫下昼5点传出火警，因为火正大、烟正高，台南消防局接到报案，随派人去拍火。现场为燃烧户外塑料及站板，那我们共出动7车20人，到现场之后，我们就是出视线的水线，那将火势局限在1.5米，直到火势扑灭。火伫点外钟了拍花，好在在现场无人员伤亡。台南市环保局下昼接到通报，研判迄当阵方向是吹北风，就随对空气品质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发空品警告，包括台南甲高雄总共8个区，提醒民众门窗关好密，也派人去采样监测。那环保局立即派员赶往现场进行这个周界的空气钢瓶的采样。采样的结果我们一经分析如果超过那个空气污染排放标准的话我们会依空法告发，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环保局讲，通报火灾这间工厂是毒化物列管场所，不过这边导火所在是非塑胶混合物暂时藏的所在，火并无烧到毒化物，若是不是违反其他环保法令的规定，也该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美国国务院批准总金额美金将近6亿2千万，大约新台币190亿对台军售案。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9届卖武器予咱台湾。这个清单内底有200粒中程空中对空中的飞弹，100粒反辐射飞弹，会当配合 F-16V 战机来使用，会当协助咱台湾对抗中国的威胁。另外，现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特别退休啊。未来美国会派熟悉台海事务、北京国安会、中国甲台湾事务资深的主任罗森伯格来接任。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在暗时宣布上新的对台军售，这是今年度的头一届，嘛是拜登政府任内第9届，已经进行知会国会听书，内容包括100粒 AGM-88B 高速反辐射飞弹。200粒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甲相关的配备，金额差不多6亿1900万的美金，差不多台票190亿。那么这次美方同意供售的2型飞弹，都是空军已经完备了作战能力的弹种，并且针对部分功能强化升级。这2种飞弹拢是提供 F-16V 挂载武器，或者讲 AGM-88B 是专门攻击着人防空武器的雷达辐射源目标。嘛是头一届卖予台湾 AIM-120上新的型号，射程大幅度增加到160公里。敌人的军机进入射程了后，袂当走向的范围就搁较大。
AGM-88B 的射程在180公里，可以进行防区外的打击。C8的这个空对空飞弹也可以长距离的对敌人的飞机进行反制攻击，这样可以给国军带来更多的战术跟战略的弹性。总统府阁一再感谢美国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这会当捍卫领空，应对中国军方的威胁甲起事。台美的关系大麻。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都要退休，会由别中国安徽、中国甲台湾事务处主任罗森伯格来接手。外交部对于莫健主席在任内促进台美关系的提升与强化，表示高度的感谢。对于新主席的就任也表示欢迎。罗森伯格捌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幕僚长，是真受器重。进前都捌参与台美高层对话。路透社报道指出，罗森伯格的工作，一个主要的重点是甲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保持沟通的管道，特别是伫台海之间充满争议的这个时阵。记者综合报道。那日本的经济新闻有用专题报讲，咱台湾有9成退休的军官拢走去中国卖情报、卖情资，出卖咱台湾。嘛讲台湾即马上大问题是有真侪国军咧做间谍。退辅会主委房世宽是真生气，批评媒体乌白报，国防部嘛批评新闻乱写。咱的外交部已经要求日本经济新闻要讲好清楚。南华情势紧张，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以专题探讨国军的死角，讲到一个化名号做郑宗宪的50多岁退休的军官，伫中国开餐厅，透过提供国军情报来换伊的生理兴旺。毋但安尼，报道也佫讲，台湾上大的问题是有真侪国军强谍，讲有甲9成的退役军官去中国卖情报趁钱，而且国军高层大部分拢是外省人，无法度甲中国作战。毋过，这个报道，互退辅会主委房世宽真生气，批评日本媒体是甲退役军官咧做恶，是散布恐怖消息，分化军民团结。怎么会连日本人都来侮辱我们呢？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说放他妈屁！有违反了国安的法令。我们会退出他的退出，就是停止他的退辅。太好了！以不明的消息来源质疑国军为国忠诚度，相关的报道凭空杜撰，没有经过查证，就以耸动标题污蔑国军官兵气节，分化部队团结。国防部反击，讲这是无影无迹、有空无损的报道，无经过查证，都用真瞎人目的标题来甲国军官兵做恶。外交部已经要求驻日本代表处就这间报社无经过详细查证所做的报道，表示高度的遗憾。调解立委嘛同齐谴责，质疑这是认知作战。不过，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认为讲，这个报道的原文甲台湾媒体转载的报道有偏差。台湾的很多高级军官退伍后，90%的人都跑到中国去做生意。他到中国去做生意，也跟他是不是被吸收成为共谍，这是两回事啊。但是我倒觉得，就这件事情来讲，退伍后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我们有一些高阶将领，退伍后长期旅居在中国的，或者他在中国做生意的。立亚立委刘世芳临时提案，并且退辅会邀请国防部、陆委会、法务部清查过去5年的退伍役军事官的名单，敢是违反相关国安规定。那若敢是要求日本媒体回实的，毛世宽讲，退辅会会找管道甲日本联络，提出抗议甲纠正。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受冷气团的影响，今仔日透早嘛同款较寒。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峨眉，干那7°C。日是冷气团减少，温度在小可回升。咱同齐来看温度。受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透早各地温度拢较低。气象局透早嘛有针对新竹、苗栗、南投、嘉义甲台南，还有高雄甲金门发布低温特报。低温是伫10度左右，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峨眉，干那7°C。严格日是大陆冷气团会减弱，北部、东北部温度就小可回升。高温大约是18度至20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1度至25度，拢比昨昏较温暖淡薄。中南部日是暗时温差较大。今日各地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会当看到日头，只有伫东半部可能有13%雨。来关心新竹县的农业处受到农民反映，讲最近拄捕田插落去的鱼仔受旱害，甲强风的影响，大部分拢已经冷去啊，损失是真惨重。新竹县的农业处即马当在清查损害的状况，要争取救济补助。无偌久进前，才拄野的鱼仔，即马煞拢死了了啊！新竹县新丰河口地区的田园，伫
2月初以后准备布产，却受到寒流影响，佮加上新着风卡头，这站大部分的鱼啊拢冷去啊。往年的在3月1号到跟那个3月1号附近杀了，3月1号附近杀。今年确实有比较，3月1号旁边有比较冷。这个风是一个最大的关键的问题。冷其实不会对秧苗作物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寒风把那个风大把它的水汽带走。那我们农民来说的话，做放水的动作，像你看现在的风非常的大，然后我们这样子放水下去的时候，它没办法维持每一个田底的平均的水位。所以说，它没办法做御寒跟保湿的作用。农民讲，就算已经根据阴产来替鱼仔保温，不过同款挡袂牢透风甲寒害，而且其实全国各县市拢有出现同款的状况。了解一下实际一个的一个灾害的一个面积啊，还有到底是发生到什么程度啊？陆陆续续也接到公所一个回报，我们会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规定启动天然灾害救助的一个程序目前农业处正在清查农民的损害状况，争取救济经费，希望来帮助农民更加顺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高雄市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不时拢会传出讲有民意代表伫其中外口讲收钱替人敲代志，煞对外正讲这是伫为民服务，尾无算贪污引起争议。这个法院刑事大法庭是做出指标性的裁定，统一刑事庭的法律见解。未来民意代表只要是利用职务也是身份去收钱，有收钱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就算犯贪污的重罪。来关心自由时报。高普考每年有大改变，考试院是表示，每年元旦开始要调整考试的专业科目，甲也阁有专业科目内底内涵。高考3级考试会减2科，普通考试会减1科。去考高考3级教务行政、国际文教行政、高普考的航空驾驶者的类科，拢会增加第2关爱考试，分数会占大约是2成至3成。来看联合报。南英科技大学前校长涉嫌卖假学历，被判刑，学校嘛停办，学校即马爱进入改善，也阁有清算的进程。法院即马就意思想要在学校改做贵族小学。教育部即马已经证实讲，董事会已经取得台南市政府的筹备许可。来关心国防部拍算要修改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其中内底有2项有引起议论，一项是战争的时要管制媒体，一项是66岁以上的才高中生爱做名册。即马是风声讲，即马这个修法要先打动啊，因为国防部表示会继续收集意见，而且嘛对外强调修法无时间表。行政院是对外回馈讲，叫高中以上的囡仔做名册，唔是要叫这学生囡仔上战场，这是假消息。面对中共加大对台威胁，国防部继续严军备战，也要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所以事前无甲国会沟通，加上关键媒体16岁以上学生做册顶，引起反弹声音。2大政绩包含平常时对新闻媒体调查，近期对新闻媒体管制的国防部回应，这是因应敌人认知作战威胁，和学生上战场，甲学校协助军事生产。国防部宣布，编造学校青年后勤，培养在校防球甲协助民防，军事物资生产包含武器弹药。管制的手段都只会发生在实施动员时期。那你是准备好那个方案，一旦那个开关一打开，我意思说进入紧急命令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法治这一部分才能够有用。这个把它扭曲成说把学生推上战场，制造战争的恐惧，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动员法治在其他民主法治国家都有的。罗秉成强调，和学生上战场是假信息，完备法制是政府负责任的态度，修法是因为国家安全考虑。目前法案有个别定型国家意见，也无定限，也无时间表。外界解读政府暂缓修法，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认为，即马只是大方向，未讲停就停。这些学生要到战场去，会不会成为娃娃兵？全民都很关注。准备阶段也要管制媒体。真的违反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有违宪之疑。假设要修的话，这2条
这两部分一定要拿掉。真的是暂时的管制的时候的应该作为，但是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一次的全动法相关修法出来的资讯跟整个沟通的状况非常的糟，这是要赶快处理的事情。行政指出，亲像全党汇报全党方案也检讨民进党地位电文评认为国防部爱加强沟通，多思考实际地方政府不同意见，才符合全民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一寡年假会当休较长呢，今年拜六的补班有6天，也阁有侪民众讲安尼话伤忝嘛。有立委即马就主张讲，若是未来去拄着单性休假的时，唔通搁另外补班啊。若一寡无共党的立委嘛有提出无共款的提案，要增加国定假日，亲像4月初4言论自由日，也是正月15元宵，拢有立委提案讲应该甲认定做国定假日爱休假。民众连续休假会出门佚佗，但是今年补班有6天，侪民众话讲伤忝。初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议国定假日法草案，各党委员拢提出无共想法，要增加国定假日。亲像时代力量党团就提案加入4月初7言论自由日、4月22世界地球日等等。时代力量党团的国定假日法是在第9届劳基法修2的脉络之下所提出的法案。那最主要的主张就是要维持19天原本的国定假日，并且把一部分具有威权象征意义的纪念日的节日调整成符合我国当代的民主宪政价值的国定假日。是不是可以增订元宵节为民俗的节日，以符合民情上的一个需求，舒缓工作压力及活络国内的一个经济？因为83这一天。事实上才是因为为了抵御外侮，所以全国都因为这个83的这个炮战的这个胜利，所以巩固了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发展。除了增加假期，也有立委联盟，若是拄着单性放假，敢有可能干那放假卖补班？来周休2日之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国定的这个假日等等加上去，目前是115到116，也符合大院的一个要求。放假但是不补班的话，假期的部分就会超过115或者116，那这个事情茲事體大。另外，針對立委提出這國定假日的草案，除了是為了增加假日，也幫加現主時規定假日的紀念日加節日實施辦法，為實施辦法提升到法律的層級。記者郭文祥隨台北報道。國際新聞來關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甲俄羅斯的外交部長拉夫洛夫昨昏佇印度所舉辦的 G20外長會議頂頭有見到面，布林肯是對外強調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會支持到底。那拉夫洛夫是指控西方的國家愛負責任，因為是西方的國家造成全世界的政治甲經濟危機。雖然講過未甲中俄的外長見面，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咧 G20 會議時陣，也是甲俄羅斯的外長拉夫洛夫對站見面。俄羅斯媒體報道，兩人喺咧閉門會議結束時陣，移動式嘅向前講無講10分鐘嘅話，無進行談判。I told the foreign minister that no matter what else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or in our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be ready to engage and act on strategic arms control,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did even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End this war of aggression. Engage in meaningful diplomacy. 美國國務卿講，美國並無期望喺咧短時間內甲俄羅斯有進一步嘅正式高層對話，也無認為這種短暫嘅接觸會讓俄羅斯改變態度。正正G20外長會議，美國甲歐洲盟友為咗要結束俄烏衝突，繼續向莫斯科施加壓力。俄羅斯指控G20議程變做一場鬧劇。Наши западные коллеги, как и год назад при индонезийско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е, добивались всеми правдами и неправдам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еправдами и различными риторическими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выдвинуть на передний план проблему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которая они к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от которых мы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казывались, если они серьезны,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主辦國家印度正式這邊G20無達成聯合聲明。印度外長講，因為對烏克蘭戰爭意見無同，無法度喺各方攏堅持家己嘅立場下進行協調。這邊會議，印度想要強調戰爭影響經濟，無願意怪俄羅斯，並且提出外交嘅方法來解決，也閣增加對俄羅斯買石油。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那美國總統拜登初一的時正式提名蘇伊士來接勞工部長，伊是拜登內閣內底頭一個亞洲的部長。蘇伊士的老爸是台灣人，那蘇伊士伫處理勞工議題經驗真豐富，伊目前是美國勞工部的副部長。
拜登嘛表示，伊的案例就是美国帮的代表。伫普沙当中行进台，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名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白宫声明稿形容苏维斯是劳工的导师，俄罗伊是经验丰富领袖。那这名案例参议院通过，苏维斯会接做拜登内阁第一位亚裔加法裔部长。Julie Su, she's been a strong partner and a real leader. Julie is the American dream. 苏维斯目前是劳工部副部长，伫威斯康星州出世，加州大汉，摕到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了后，捌做民权律师，也领导过加州劳工部门。伫去年劳工甲汇运铁路公司劳资谈判当中，扮演核心角色，相关资料非常丰富。美国媒体捌报道，苏维斯的老爸来自台湾，老母是中国移民，不过白宫方面并无证实这个消息。苏维斯是表示，就是工会，互伊爸母有機會進入中產階級。60 years ago, my mom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a cargo ship because she couldn't afford a passenger ticket. So I believe in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America. 拜登内阁是美国内阁20多年来第一摆无亚太的部长，虽然副总统贺锦丽甲贸易代表戴奇拢是亚裔，却未直接领导部会。最近拜登受来自国会亚太的党团甲亚裔倡议团体压力，因一直要求拜登提名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进前大爷赵小兰捌伫小布希时代担任8年的劳工部长。公司新闻两间编译。阿根廷即马是热天。小风小影接接来，拜告引起火灾，造成高压电的系统各样。首都甲中北部即马有7个省拢大停电，火车、地铁拢无法度驶，无法度走。旅客一等就要等几啊点钟，有够无奈。中风停电，互乘客伫黑暗当中行出地铁站，卫生客归去，原来四方，原来伫真大火车车厢内底等。阿根廷今年热天，热浪一波散一波，吸袂到到36度的高温，和用电量增加。偏偏礼拜三下晡，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因高温导火，和附近高压电系统故障。为安全，当局暂停甲各种系统相连的核电厂甲其他发电厂运作，结果造成中北部7个省大停电，600万户家庭受影响，火车、地铁也被迫停驶，真侪乘客苦等几啊点钟。Sí, estuve un rato demorada también en el subte y después volví acá y nada, estoy hace como media hora más o menos, estoy esperando y voy a estar un montón más, así que... 无法度坐火车甲地铁，真侪人专坐公车排甲长路路，毋过交通负载也停落来，而且程度情形是真危险。另外，一停电真侪点头无法度营业回去，提早关门，毋过问题过来啊。Nos tocó cerrar como podrían ver manualmente porque la persiana es eléctrica y no pudimos cerrar. 停电不止为民众带来真侪无方便，甚至连供水系统也出问题。阿根廷自1月以来已经因为用电量抢悬，停电几啊摆，民众可能央政府赶紧想出补救的办法。公司新闻将回并报道。以色列国内反对司法改革案这个示威抗议已经延期2个月啊！示威者伫初1日时伫特拉维夫的这城市，甲抗议的规模搁再升级。伫透早上侪人爱出入、爱去上班的时间、通勤时间、坐车时间，因是用人灯去阻碍交通，去包围公路也有铁路。那因以色列的极右派即马是批评这示威者无站无责，是一阵无政府的主义者。为着驱离聚集伫特拉维夫交通要道的示威民众，以色列警方用闪光弹，还佫甲民众撞水。内部的过程当中，甚至用泡头油甲示威者的颔管来缀条咧。这是这几年来真罕见冲突的场面。Came to demonstrate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the vision of my grandfathers who came to the state of Israel to establish a state that is built on freedom, equality, and justice. I'm concerned that we are in a crucial moment, that everybody should go out to the streets and do their best to protect this vision. 总理纳坦雅胡领导的民族主义甲宗教政党政府，1月份提出司法改革，内容包括互政府对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实际控制权，还有限制最高法院裁定法律违法，或者是对行政机构作出不利的判决的范围。因为以色列无成文的宪法，国会阁去互执政联盟落条咧，互批评这套改革计划会减弱司法的独立性。
民调嘛显示，大部分的民众无赞成政府的做法，希望会当有妥协的方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奈兹嘛表示，当局脚步应该放缓慢，爱先建立共识。反对派人士的示威活动，为日是延续到半暝。纳坦雅胡伫耶路撒冷的徛街外口，组织济举以色列国旗的示威者，就连因牵手沙拉去特拉维夫的一间头毛店做头毛，嘛去互示威者包围，全条伫店内底。进步部提无路有到4点前久。初二透早，往回特拉维夫甲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搁一届去互示威的群众占领，经过汽车是袂停袂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精英军事情报单位8日空部队的一阵退伍军人，嘛真罕见加入拒绝服役兵役的队伍，表达对司法解决案的不满。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香港运动员出国去比赛，却拄着放唔着国歌的代志。这是世界冰球锦标赛的主办单位，甲反送中运动的歌曲《愿阳光归香港》当作是国歌伫现场放送。香港的选手即个听到赶紧比麦克棒暂停的手势，爱因动点。主办单位伫尾有赶紧回失礼，也过香港政府真火大。And now we will listen to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China. 香港的选手比出暂停的手势。2月28日，伫波斯尼亚首都塞拉耶夫举行的冰球锦标赛第3级别的比赛。比赛了后，放送国歌的时阵，现场的音乐却是反送中的运动歌曲《愿阳光归香港》。We are very sorry. It will be corrected. 过2分钟了后，主办单位才放送出正确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大会嘛针对这点回失礼，香港政府表示强烈的不满，已经要求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奥委会展开深入的调查。不过，其实香港的运动员伫外国比赛的时阵，主办单位放国歌的时阵放了唔对去，已经唔是头一届啊。2022年11月份，南韩7人制橄榄球比赛嘛是发生同款的情形。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主办单位事先有要求各队伍提交国歌的时阵，因并无收到香港队提交的歌，所以因的工作人员上网找，才会下载唔对的歌曲。同一年的12月份，伫杜拜亚洲经典剑道锦标赛，主办单位嘛甲愿阳光归香港当作是香港的国歌，当场放送。不过学者分析，用铺设地带来表达对中国的反动，几率无大。当时反送中的时候，这个荣光归香港这首歌呢，就是。可以说是红遍全世界了。YouTube 上面点阅率当然也非常高，所以他们搜寻错误，最终发生的错误也不足为怪了。香港媒体指出，国际比赛几啊届甲愿阳光归香港当作是香港的国歌，放送了唔对去。经过调查发现讲，原因是伫 Google 敲找香港国歌的时阵，显示的结果就是愿阳光归香港。有风声讲香港政府捌要求 Google 爱改过来，不过却去互 Google 拒绝。香港政府还佫用安尼讲要甲提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同齐来看世界。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即嘛是对外表示，中国的解放军愈来愈强，中国发动骚扰的危险活动会日头增加，中国会继续强化吓惊阻挡中国的能力，互中国唔敢凊彩做出爱付出严重代价的行为。虽望是无简单，但过美国有信心，美国有裁量做甲到。来关心韩国政府过去咧纪念反日本的3.1活动的时，通常拢会用强硬态度要求日本爱针对二战的历史来回失礼。也不过今年南韩的总统咧演说的时，却是强调讲韩国爱参美国甲日本加强合作，佮强调爱改善日本甲韩国两边的关系，讲这个改变关系的重要性，拢无讲到慰安妇的议题，这是引起韩国国内一寡人的不满，要求温馨越爱回失礼。来关心南美首都哥本哈根上具代表性的观光景点小美人鱼的雕像，即马互人挑故意破坏。雕像下骹艺伎招红喷代表俄罗斯国旗的白色、蓝色加红色。警方是表示，俄战争烧战以来，南美一直拢是谴责俄罗斯的，也不过喷这个彩的行为显示是支持俄罗斯的，目前也唔知影到底是谁做的。
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疫情。本地咱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28连假休4天了后，咱国内的病例数会升悬，可能会到2万例。也毋过第3天是只有12000外的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咱台湾的疫情是疫情爆发以来到疫情的上低点，所以政府疫情指挥中心当地规划轻症会当唔免通报，而且要降级的这措施。另外，针对咱国内即马是出现2个本土的高组的病例，即马政府嘛正在讨论敢要加买预防车。疫情管控豆豆放量，原地估计28连假了后的 COVID-19 疫情高峰，可能会欠悬到1天2万例。不过，初二公布的新增加病例只有12032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疫情下降趋势稳定，咱等咧300多天以来疫情的上低点。我们这一周的平均本土那每一天是11842，比上一周平均是14996那是下降了不少在死亡的部分也从这个56那下降到43。指挥中心表示，未来解封的措施会看3月初6校园翠暗解封了后的状况，搁再宣布。安省解封会分做3个阶段来进行。第1阶段社区确诊者轻症免通报；第2阶段医疗院所感染管制调整；第3阶段甲 COVID-19 为第5类传染病降做第4类。我们3月会做第1阶段，那这个4月或做第2个阶段，那可能5月的时候就是做第3阶段，那也许会再快一点，改成第4类的同时，我想我们指挥中心就会降级开设或者是解散。另外，针对国内高组疫情，台湾南北各出现一个本土个案，彼此关系无相连，烦恼可能为疫情的传播，已经扣除25个接触对象，其中6个高风险对象目前拢无出现症头，初二也会参专家讨论自高组疫苗的对象。会讨论就是说开放这个更多具有高暴露风险的这个对象，不管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暴露的关系而导致说有较高传染到猴痘的风险。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当咧甲药厂直接要买高组疫苗，专家会议也会讨论疫苗要买偌济，而且要安怎向关键族群来宣传，上紧初3就有采购计划。记者龚兆随台北报道。另外，健保署是公告讲，对后个月4月份开始，要调整部分健保药的价销，即个会调降5400多项药品的价销，所以一年就会当替健保省81亿8千万。另外嘛，风声讲最近咧欠药欠配的药有8000多项，这部分是拢未做调整，希望要降低影响。受疫情影响，健保药价已经2年无调整。健保署初暗时公告上新的药价，要伫4月7日上路。这摆总共检讨14000多项药品价销，最后调降5400多项药品，调降30多项的药品，药价调降总金额是81.8亿，创历史调整药品上少的纪录。因应这一次的不调整的原则，有3大不调整原则嘛，就是基本价的不调整。那调整之后呢？会低于基本价的，我们也就是以基本价来做价格的保护。健保署表示，最近因为欠药代志，这摆药价调整有8000多项药品无调整，也有地板价原则。那厂商认为无够成本，也应提分析报告重新议价。不过，医界团体认为，根本解决之道是针对健保药品的给付、甲支付制度通盘检讨。药价过低。药价差衍生的困扰，用药品质只是用药不应给付，以及民众因缺药可能会有自行断药的疑虑。那主管机关是否邀集相关的团体来共同会商？基层诊所也经常在开了一些指示用药，那一下子通通都不给付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未来还可以再研议。针对最近有药师呼吁健保本额给付一般为药等只是用药，市税官表示，健保署已经做相关的检讨，应该1到2个月就应定出药价游戏规则。欠药问题目前有关药品经过药局或者是诊所调度，也是有药通用。现阶段调查真正欠药的只有15种，3月中就应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劳退新制基金伫去年是了2280亿，所以算的平均每一个劳工的口座内底爱互倒扣18000块。这是自2014年劳动基金运用局开办以来了钱了上济一档。
也毋过劳动部有对外强调讲，劳工退休的时要领退休金，确定法律内底有保证收益的机制，就是上无会有2年定存收益的保证，劳工毋免烦恼。劳保局的台北市服务处真侪民众拢来问新制的劳退基金了真侪的相关权益，因为去年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大落的影响，劳动基金是赔甲惨。其中新制的劳退基金是亏损2280亿，以新制的劳退户有1251万户，大家都讲是减18000。你没有看那么多人吗？你不要说我不怕，你看这现场的人数就好了，对不对？去年的6月就要领了嘛。啊，那时候比较低啊，我老啊这阵啊，我惊啦。民众拢在讨论，实际上劳退新制2005年正式上路以来，几大摆都是亏损。2015年平均大家人是损失125块，2018年是受到金融起高龄的影响，平均大家人的损失是要3700。去年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大落，从开办以来上歹。收益的部分呢，等劳工领取退休金的时候，累积的收益是会有至少2年定存利率的一个保证哦。劳工退休金的权益是绝对受到保障的。这个劳退基金呢是有一定的社会角色，政府应该是从长期稳定投资这个角度，避免劳工朋友在这个老年经济安全保障的政策呢，暴露在一个高投资风险的环境。虽然劳动部是建议讲，今年满60岁的劳工，特别是已经退休的劳工，那暂时无急要用，会等到基金的收益回升，再来领退休金。但是劳团认为讲，劳退基金的操作，政府应该保持保守的立场，投资操作才会当确保劳工老啊以后的经济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800几套有交通月票了后，即摆中部北县市嘛拍算要推出中部的。在通勤月票的方案，除了台中、彰化、南投，嘛另外卖包括新竹县市，也有嘉义市、高雄北县市。台中市长卢秀燕是表示，中央已经同意经费伫年中就会送到位，希望是要推出1000块的月票。不过相关的细节，即摆也搁在讨论。行政院议会顶个月底通过中央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800几套4个县市会推出1200块生活款月票，按算7月份实施。台中市长卢秀燕初二证实，行政院已经同意中部北县市的通学通勤月票方案。消息一日出来，台中的民众有的赞成，有的是意愿无大。公车跟台铁嘛，就是比较方便，就是套票，就是对于说，如果说是一次性的话会比较贵，套票会比较便宜，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没有说每天都在搭这些交通运输，所以我会不愿意花这个钱。行政院原底定义的中部生活圈，敢若有台中、彰化、南投3个县市。卢秀燕是主张讲，应该扩大到中台湾区域地理北台8个县市，也就是上北边到新竹、上南边到嘉义市的范围。伊强调讲，目前中央的经费按算年中会拨落来，接续8个县市也搁要拟定计划申请补助，按算会推出1个月1000块在理这月票的方案。横向跟8个县市在进行这个协调当中，看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方案能够扩大到8个县市来使用。有火车站啊，都敢若到了到岛南有尔，哪来啦？先3个尔啦，山迄边有尔啦，其他偏海的这边拢无啦，安尼啦，都没有火车啦。地方政府想要推出这款的通学通勤的月票，也若对其他无住伫都会区的民众感受实际上的帮助。云林有民众就烦恼讲，伫海线的所在，自本就无火车会经过，通勤月票有效用的范围恐惊是有限。台中市府表示，月票方案的细节因为牵连到中央经费会拨偌济、县市的面积、甲各地交通的习惯等等，8个县市还阁当伫讨论当中，若有确定的方案，就会赶紧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这手扶电梯爱设置，这是伫今年1月初2元旦休假日时，屏东市有一个6岁的妹妹，甲因的厝内底人去百货公司，伫坐手电扶梯电梯的时，倒骹甲伊的塑胶鞋全卡伫手电梯的空棚内底。百货公司赶紧甲手电梯停止运作，嘛赶紧打电话叫消防人员，消防人员赶到位，赶紧协助这个囡仔送病院。到达现场后，由救助人员带着破坏器材入内进行救助工作，顺利将女童脚受困脱离，随即送往屏东
基督教医院就医。消防人员赶紧到现场，的是发现是一个6岁的妹妹，伊的脚甲伊的塑胶鞋啊，缝入伫电梯的空旁边啊。百货公司的人员赶紧甲这手扶电梯起好点，消防人员赶紧甲这个妹妹救出来了后送病院。经过2个多月的疗养，即马囡仔的脚已经好势啊，家属是真感恩，昨昏转工到消防队去说多谢。另外，伫侧一个是有民众看到有一个阿嬷塞红牙车要过车路，也毋过呢，大路顶头煞无半台车要让伊过。有学者就建议讲，应该爱检讨驾驶考驾照的措施，而且嘛建议爱改善道路的工程。初一暗时6点外，一个混人塞红牙车伫台中大理仁化路甲成功之路这个路口，要行斑马线到对面，毋过车顶一道汽机车拢抢咧转换，无一台停落来让伊过路。混人看无法度过去，只好搁退回路边。他从对面过来的时候，的确那很多车子过去啊，完全都没有礼让啊。所以阿嬷走到一半还是退回去啊。当地人表示，附近因为有工业区，若到上下班的时间车真多，而且路口常常发生车甲路人的车祸。对，一定要用跑的，因为什么？它比我们更快啊，我们走路比较慢啊。交通局也将评估设置绿斑马及行人专用号志，以加强行人路权。毋是交通尖峰时间，当地车流量也是真大，路人行斑马线过路，也是爱设置围边经过汽机车。虽然汽机车驾驶未要让路人，警方应依照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开罚。毋过市府目前规划是正消极，拢只是治标无治本。学者认为应该检讨考照方式。我们在考照的项目里面还没有这一项，你一定要有考一个实际考试，就是说。碰到行人一定要让，那机车其实也是要进入到路考的这种阶段。叶平参表示，道路工程的想法应该调整，免干那就行车效率做优先的考虑，尤其路人过路的设置应该甲路口有5公尺以上距离，佮加上驾驶人观念的调整，才能改善交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镜头来台中，有111年历史的台中市役所，经过年外整修，即马伫外部有保留建筑物资本的特色。那伫内部，即马是设计有欧洲风格的艺文空间。2月中的时重新开幕了后，即马是替台中旧城区打造全新的人文特色，嘛，互这栋100年的旧建筑有新的生命。日头光为茶座的窗仔门照入来。恬静的空间呈现出优雅古典的气氛，这毋是咖啡厅，也毋是图书馆，是重新开放的台中市役所。这个日本时期所起的建筑，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市府甲营运团队的整修，即马已经有全新的面貌。在1楼有阅读、共读跟艺文展演的空间，那么在2楼，他们弄一个给意式餐厅。一个这样子的古迹应该具有公共性，所以它应该要让大家更容易亲近，去认识它。营运团队保留台中市役所原始的建筑风格，白色的外观看起来真气派。整修后的1楼正做艺文空间，不时会办各种展览，也有放无同主题的册，甲一寡有特色的物仔。2楼改建做餐厅，邀请米其林餐厅的台湾总铺师，结合各地文化，设计充满故事的料理。3楼保留开放的空间，让民众会当四界参观。包括州厅，包括大屯郡役所，包括刑务所官社群，它会是一个起马炮，让整个中西区打响这个活化再利用。除了市役所，附近的台中州厅也完成第1阶段的整修。市府按算结合市区内的即寡旧建筑，透过整修重新营运，佮加上各种艺文活动的举办。希望会当阁展现台中旧城区的观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极地超级马拉松的选手陈彦博，伫今年2月15日时，伊才拄完成加拿大育空极地700公里拢不休困的比赛，而且摕到第3名的好成绩。其实伫10档前，伊就捌完成过1届啊。明仔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乡亲来看陈彦博这届是安怎家己挑战家己。大地呀，回归大地呀！现在伫外国参加超级马拉松比赛，陈彦博
看到当地民众对运动的热情，甲国内运动的风气来比，也是有争差。所以，伊伫非赛季的期间，成立 Run for Dream 工作室，要带大家做伙享受走表的趣味，嘛，互运动产业的价值会当一直提升。聚集做一选手的，阮就讨论，是讲安怎用走步这种物件，会当转成是一种技术教育的部分，把阮10几年来训练的迄种感受，甲迄种内心的煎熬，带给迄个民众。给他们去做教学。伫2016年，正做4大极地马拉松总冠军的陈彦甫，虽然长久以来伫外国比赛，就算转来到国内，嘛爱持续训练。不过，为着推广超级马拉松运动正确的观念，伊会固定举办公益校园演讲，互学生会当为伊分享的经验内底，找到探索世界的勇气。就亲像即个的主题“梦想零极限”，是伊伫极地内底安怎甲家己对话。突破生理极限的挑战，嘛透过这点来鼓励师生打拼追求家己的梦想。我想讲，即马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我们往下扎根，或者这个现在年轻人跟学生了解到运动的文化的价值。我曾经觉得梦想是很难养家糊口的，但是在看到他的故事之后，我就觉得，就算梦想很难达成，但是只要有坚强的信念去做，就有可能成功。极地超级马拉松的比赛，毋但是体能极限的考验，爱面对的风险嘛真大。亲头起陈彦甫因爸母是真反对伊参加，家庭的关系嘛因为安尼变甲真歹。加在伫持续沟通，甲摕到好成绩了后，因爸母嘛偷偷接受伊想要征服世界的梦想。自己小心嘛。当开始的时候，我是真正无放心啦。你无甲放弃，你嘛挡伊袂牢，只有就放伊去。放伊去就是甲支持，甲叮咛讲安全第一。我嘛是有想讲要放弃的念头啦，但是即马我家己想法就是，我不想让人生有留下遗憾。陈彦甫讲，人生敢若有一届，要活了精彩，就要勇敢行出舒适圈仔，挑战家己，下过难关，人人拢会当成做世界冒险家。记者罗敏祖、连新维台北报道。新一代的诗人温玉桥今年有出版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龙舟集》的台文版，甲这个世界出名的文学家的作品，用话音的方式翻译做台语。请互我相信，伫遮大芳的天气内底，总有一粒不时地甲我照路，带我行过生命中毋捌见识的黑暗。作者温玉桥所念的是印度诗人塔古鲁《龙舟集》内底诗，因为本身介意写诗，伊用2冬的时间，甲《龙舟集》翻译做台文版，让外界有全新体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典名著的翻译，其实可以让更多人去注意到，原来台语是有办法这样呈现的。那我们有特别准备 podcast， 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只要听得懂台语的人都可以边看着字，然后边听这样子。温玉桥讲，塔古鲁的诗用字简单活泼，描绘自然嘛，亲像咧讲互囡仔咧听，互人清新温暖的感觉。虽然真侪音译反过来是外来语，嘛希望定期出新的字词，互读者感受到台语对应的意境。协助审定的其中一位老师曾家英，嘛特别用诗句来激励。第4条吼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 smiles in bloom。那是一般的翻作是地球的目屎。伊即句就甲翻译做是大地的珠泪。曾家英表示，本来台语对外来思虑的部分较欠缺，这几档有真侪外国文学的台文版，嘛互大众更较进一步通理解台语的文化。记者陈文佳、桂林台北采访报道。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是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有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是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2度。外岛10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众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